喺全球能源同海上工程嘅脈絡入面，每一個貨櫃、每一個海上設備都係全球協作嘅關鍵所在。BSL 專注喺貨櫃、油田以及海上風電場設備嘅供應，業務遍佈多國，以專業、品質同創新精神成就業界信任。但係業務發展嘅速度往往被系統嘅限制所拖慢，舊有嘅平台唔足以應付租賃業務裡面複雜嘅收費結構，而且好難實時追蹤庫存，冇辦法同 RFID 技術同步，令資訊停留咗喺紙張同人手處理之間。當營運規模擴展至全球，複雜嘅進出口稅務法規、唔同貨幣嘅處理、繁複嘅流程，都提高咗出錯嘅機會。我哋知道，隨住貨櫃航運同埋油田設備供應嘅版圖擴展，我哋需要嘅唔只係一個工具，而係一個可以推動成個企業升級嘅核心平台。Motiv Digital 幫我哋度身打造咗 Oracle NetSuite ERP 系統，構造咗一個可擴展、可預測、可整合嘅數碼框架。系統可以自動化處理多層嘅稅務結構，同唔同國家政府嘅電子發票平台無縫對接。喺租賃業務入面，複雜嘅費用組合唔再需要人手核算，系統可以即時生成精準嘅帳單，令每一個營運接拍都更快、更準、更穩。另外 Motiv Digital 嘅團隊包括 Olivia、Debbie 同埋 Harvey， 佢哋唔係單單提供系統上線，而係深入了解我哋喺倉存、租賃、財務、報關、採購等各部門嘅實際運作，幫我哋打通資訊孤島，將分散嘅系統連埋一齊，重新定義成個流程。由租賃模組到財務報表，每個數據都可以即時回應。而家我哋終於可以好清楚咁望到成個業務嘅脈搏。將來我哋唔再需要擔心報關延誤或者稅務出錯，所有流程自動運作，錯誤率下降，合規風險大幅減少，成個營運時間慳咗大約10%，行政人手嘅需求明顯下降，系統同 RFID 倉存管理平台做到完美連接，令資訊同物流同步運轉，由財務到採購、庫存到租賃，每一個部門都係喺同一個雲端節奏上面前進。我哋唔再只係追上時代，我哋已經係創造緊屬於未來嘅節奏。呢一場數碼轉型唔係終點，而係我哋貨櫃航運嘅新起點。未來我哋會以更敏捷嘅思維，提供更具價值嘅服務體驗，持續連接世界每一個角落。BSL、Motiv Digital、Oracle NetSuite，連接效率，重塑未來。